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莹。新闻就开始来关心南投的消息。讲到南投区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，有一个71岁阿公，载一个14岁孙仔要去读册。经过这个爆花道路时，可能是有弄红灯去弄着要转越这个拖板车，就是这个板仔车后车道弄一个真正力。这个孙仔呢，脚骨就断去，送去病院急救。这个阿公真不幸，急救嘛无效。 拖帮车驶伫爆花，才拄到青灯要倒弯，想袂到接我到一半，一台机车向对道边骑过来，像无打档啊共款，直接冲去弄拖帮车后车道。机车车顶的乘客阁有驾驶，当场掉伫后壁的车链。拖帮车驾驶落车才发现两个人掉伫车底，赶紧卡医救。 警察赶到现场，发现骑车的是一位71岁姓陈的阿公，当时载14岁姓李的孙仔要去上课，经过南投市一个爆发时，弄着要倒弯的拖帮车，而且弄个真大力，机车车壳拢无去，孙仔当场飞出去，倒边的大腿骨子意识清楚，将救护车阁会使打电话和亲戚朋友联络。不过阿公的伤势真严重，当场无喘气，送病院要是救无回来。重机车驾驶人闯红灯为主要噪音。 因半拖车驾驶超载为次要噪音，另因半拖车超载部分已依规定举发。向根据拖帮车提供的行车记录器初步研判，阿公当时骑机车载孙仔去读册，经过路口的时，敢若是因为弄红灯才会造成这个事故。拖帮车伫当时嘛有超载状况，已经有罚钱。拖帮车的驾驶嘛，互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。 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